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两天有国际新闻报道，美国总统川普讲想要搁再拼第三任的任期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任字音任第7条，冇人读做任。这个任有职务的意思，像讲去做职务就是上任，派给某一个人某一款的职务工课，或做任用。做某一款的工课有责任，咱可做任职。另外，无论安怎，咱讲是任安怎，像讲任你安怎讲，伊拢袂听，意思就是我紧记在你安怎讲，在你安怎讲。另外，这个任嘛是担任某一款的职务，或者是身份、时间的单位，像讲一任，也佫有前任、现任、后任。读册咱读做是任，冇人读做任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兼任，意思就是兼职，也就是本职以外，搁再兼别项职务。第二个词读做卸责任，意思就是无愿意负担责任，会提责任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校长兼讲经，厝边选伊做主委，搁爱兼任总干事，做一寡杂车仔工。结果有批信拍落去，无收到，伊就拿卸责任，讲伊无法度一困头兼任遮尔济工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任，冇人读做任；另外若是生读做任，冇人读做任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